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我们一起攻读今天的金句2遍，在周报第1页的下方。请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们一同站立，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总是软弱，被罪捆绑，然而主因着爱赐下独生子耶稣，以宝血洗净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赎回我们，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求你赐下力量，使我们勇于向忧伤失望的人传扬从你而来的喜乐与爱，在生活中分享上帝的恩典与真理。在疫情的恐慌中，求主赐下平安，使我们在黑暗中有信心与盼望。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求你开我们的眼，定睛在你身上，看见你美好的心意，坚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求神带领青少年在生命中更深经历你，与你同行，在人生的旅途中看重价值胜过世人追求的价格，在关系中与你连结，在年少时被你吸引，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最后，我们以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此刻，我们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们专心的，我们向我们的救主来歌唱我们的爱。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以你爱领导我。是的，主，我们要歌唱我们的爱。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高过一切高山深海，高过一切高山深海，你爱的江河流向我，紧握敞开我的心门，让医治者来释放我。在真理中我珍惜了每一天，我高举双手，我要不停歌唱，因你爱领导我。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世界看见这光，他们必欢呼赞美向我们再次的来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是让我看为星星，担当世界
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歌唱你的爱到永远。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更是我们的盼望。是的，主耶稣，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尤其是此刻，愿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焦虑，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全心的来敬拜你，来仰望你，因为你配得，你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掌管一切。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有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有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父。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是的，主，我们渴慕，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是的，主，我们渴慕你彰显。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耶稣，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因为我全心信靠你，我的主。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
亲爱的主，谢谢你又召聚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歌颂主，你是何等的伟大。主，恳求你特别在这个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把你的恩典与能力、平安赐在我们当中，也是降下圣灵，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各位兄弟姐妹，请坐。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在线上收看的各位兄弟姐妹也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在上帝所定的日期，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特别在我们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每天在新闻以及在我们这个处境当中，感觉到会害怕、会忧虑，好像我们感觉到武汉肺炎离我们有一点近，它不再只是一个新闻上面的事情，而是我们每天生活都受它影响。特别我们看到，不只是我们因着疾病而恐惧，而是有许多生、离、死、别，就在我们当中，或者就在我们附近来发生。今天也是士林教会的青年主日，因此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虽然也在这种害怕当中，但是求神让我们当中也恢复青年的心，也让我们一起有青年的好奇的心，一起来思考生命的意义对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前2年，2018、4月的时候，士林教会的宣教事工部有举办一个宣教体验营。我们来到新竹的镇西堡长老教会，那是一个泰雅族的教会。我们在那边露营，然后在那边也跟泰雅族的长老学习打雁的文化，有这个传统猎场，也教我们一些泰雅族的传统嘎嘎祖先的教训。而且更特别的是，我们进到这个泰雅族现在耕作的田地里面，去尝试在山上耕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请帮我下一页。现在他们在山上，许多族人都开始采用自然农法这种方式来耕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自然农法？你可能有听过有机耕作。但是自然农法比较不一样，它不是强调说这个全部都没有使用化学肥料、不用除草剂等等，不是这样。但是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你如果看到后面呢，在田旁边呢不把杂草跟树木完全来除去；第二个让土地轮流休耕，在他们种一样高丽菜、萝卜等高经济种植价值的作物，但是不把整片田做满，分成3片。一次只种1/3的地，让土地继续恢复肥力。第3个让就是减少使用农药跟除草剂等等的。所以我们的同工在那边除草在那边偷拔菜，拔得很开心。我们在那边捡那个菜虫，哇，好肥一只。当我们下田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用台语讲是都起怂啦。这个都市鸡，我们一下田工作1-2个小时，好累哦，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问长老说：“哇，你在山上耕作很辛苦哦。”他说：“真的是蛮辛苦的，而且使用这种自然农法。”我们就问说：“产量怎么样？种起来怎么样？”我们发现说一次只种1/3的地，而且很多叶子都被菜虫吃掉，这样真的有办法维持生活所需吗？没想到长老跟我们说一件让我们非常讶异，也让我们可以说是心惊胆战的事情。他说，价值比价格还要重要。我们宁愿赚取土地和人们的健康，我们也不要赚取所有的金钱，但是却把土地跟人们的健康全部来赔上了。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轻轻的讲，但是非常有自信的讲哦。我觉得听到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羞愧，因为在山上工作真的不容易。兄弟姐妹，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的价格跟价值。到底要如何来衡量呢？今天我们要讲起马太福音，耶稣所宣传一个天国的道理跟天国的讯息。耶稣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这是马太福音整个的讯息，因为从马太福音第3章，从耶稣的先行者开始，就开始宣传这个信息。
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不知道兄弟姐妹，你有没有在电线杆上看过这个消息，然后有点纳闷说：“哇，贴在电线杆上是什么意思？”但是天国近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不断宣传的信息。当我们今天来到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耶稣连续讲了好几个跟天国有关系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子，虽然小小的，但长起来的时候会像大树一样。天国好像面酵一样，虽然只加一点点，却可以使整团都发起来。来到我们今天13章44到46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藏一样，人找到宝藏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把他原来所有的卖了，去买那一块地，因为天国好像财宝一样。你如果仔细来看马太福音的话，很有趣一件事情是，耶稣好像是一个新的摩西一样。你如果稍微看过旧约圣经，知道摩西这个人物呢，他在旧约带领以色列人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埃及地拖出来，而且颁布给他们律法，要他们做一件新的生活方式。在马太福音，耶稣好像新的摩西一样，他在身上很有名的讲了一个山上宝训：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就在马太福音不断的宣传天国的讯息，教导人们说有一个新的国度要来到了。简单来讲，什么是天国呢？天国就是有一天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能力会完完全全的降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天国不是有一天你死以后去一个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地方。耶稣基督说，天国就要降临在你们中间。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有老师也跟我们说，马太福音是在一座古老的基督徒城市安提阿写成的。这座城市在当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被称为基督徒的摇篮。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没错，在这时候，上帝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基督徒并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也不是从犹太人开始的，而是传到安提阿这座大城市之后，开始有一个福音的大爆炸跟大复兴。在那边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一起来敬拜。但是时间到这时候，其实安提阿的信徒也面临到一件很挑战的事情。他们生活在罗马帝国第3大的城市。在写成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罗马帝国的逼迫是越来越加的强烈。这时候，这群基督徒也在想：我能不能平平安安当个市民，当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就好了？我不要跟国家产生任何冲突，我也不要跟政治产生任何的冲突。但是马太福音的讯息却不是这样的，因为耶稣说：天国就要降临在你们中间，你们要过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的生活观。当安提阿开始做一个福音大爆炸的时候，许多信徒开始过第一代的信徒生活。简单来说，他们开始过一个开创的生活。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曾经有过什么样开创的举动或生活？你有没有曾经离乡背井工作？你有没有曾经学习一个冷门的技术，或者是你现在在读的学科，并不是所谓广受欢迎的？你是不是现在在经历，或者曾经经历一段别人所不看好的关系，不论是朋友关系、是爱情关系、是家庭的关系？第4个，你是不是曾经跟安提阿信徒一样，你是家里第一个基督徒？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没错，我们开创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要有挑战。在这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件事情，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讲法来说，就是我们要衡量到底 CP 值高不高。什么是 CP 值？就是讲起你付出的成本跟你得到的代价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对等的关系？简单来说，这个价格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格？但是我们在这个价格当中，在这种争论跟这种计算当中，有时候会迷失，有时候受诱惑，有时候会被捆绑。
我们在前几年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千禧世代，1980到90年代的，有些人说这是什么族？有些人会说这是草莓族，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当然，现在有一个更新的一些统计学出来说，现在已经不只是 Y 世代，是 X 世代，是 Z 世代，甚至有人说这个2000年以后出生的是数位原住民。但是常常会听中生代或者是长辈在形容说，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都是生活不严谨，吃不了苦，这个工作没定性。你有没有曾经被这样讲过，或者是这样曾经说过别人？其实这不一定完全不是事实，但是的确我们知道，在世代当中，每个世代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在前几周看到一个小文章说，对于千禧世代来说，挑战是什么呢？第一个，当你进入你的青春期的时候，有全球的恐怖分子在等着你。我不知道你还记得2001年的双子星大楼被恐怖分子撞倒吗？哇，这个在1950、60年代，虽然世界有很多纷争跟战争，但是从来想象不到恐怖分子会遍布全球。第二个，对千禧世代来说，当你进入职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有全世界的经济萧条在等着你。我不知道你还记得2006、07年雷曼兄弟导致全球的经济大瓦解，全球的经济萧条在等着你，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复苏得到非常好。进入到一个更接近我们的现实，当你成为新手父母，我相信在座或者是在线上的很多朋友，你可能现在家里有孩子，结果有全球的病毒大流行在等着你。你说对千禧世代有没有挑战？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我想不是把这个无限的延伸，因为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挑战，并不是说哪个世代比较辛苦，哪个世代比较容易，而是我们共同都在经历生命的挑战。甚至连教会也是一样，在这样的衡量跟计算当中，在计算这些价格跟生命当中，有时候会不小心太过于计较数字跟价格。特别是我们在现在的困境当中，我们有时候连教会也会衡量礼拜的人数，衡量奉献，甚至在线上的时候会衡量到底点阅率跟直播有多少。但是兄弟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让价格跟价值不成为我们完全的捆绑。我们也知道，在现在青年世代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于生存的压力。有不同的报纸来统计说，在台北市买房到底需要多少年？有的统计说不吃不喝14年，有人说不吃不喝29年。你说我没有买房，要离我很近呢。我上个礼拜在跟同工聊天，说最近要租房子，因为士林教会位于士林捷运站附近。你知道在这附近租一间套房要多少钱吗？至少一个月要台币1万块以上。所以我相信对青年世代是非常挑战的。但是在这个挑战当中，愿教会跟基督徒信仰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有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没错，在这个挑战的时代当中，愿教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在这边，我也要对各位在座或在线上的青年朋友，我要鼓励你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来服侍耶稣基督，而且一定要来服侍教会。不论是在这一间教会，还是你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教会，你一定要服侍你当地的基督徒群体，而且借着这个群体，成为世界更大的光。可能你有许多其他的选择，你可能要约会，你可能要打工，你可能要玩乐。可能礼拜5、礼拜6、礼拜日是你的周末、小周末，你可能需要补习，你可能有人生许许多多的追求。但是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在座如果有各位父母，你的孩子还是青少年的话，我也呼吁各位父母。我知道我们各位父母，你都很希望你的孩子好，你希望他出人头地，希望他受尊重。但是我们是不是也想一件事情？你是不是也教导你的孩子，其实受天父的尊重是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最近的生命当中，也看到许多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只是在教会，做许多有价值的服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薪水，或者是因为每天必行的事情。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在追求的是一个服事的价值，不只是一个价格的工作。所以愿兄弟姐妹，让上帝继续鼓励我们，我们生命当中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分享价值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心情，我们不是不了解价值比较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结果，因此我们不甘愿用台语讲是不甘愿，我们不能欢欢喜喜的追求价值，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现实因素了。在1984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在近代历史非常重要的人。现在还在世，是南非的图图主教 Desmond Tutu。在1984年的时候，他为什么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在南非，他非常认真的以他牧者的身份，要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你如果稍微读过非洲或者是南非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种族隔离制度是一场血淋淋的战争，血淋淋的战争。当图图主教他在1984年他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在饭店有记者访问他，他就跟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当白人宣教士来到非洲的时候，他们手上有圣经，我们手上有土地。白人宣教士跟我们说，让我们闭起眼睛一起来祷告吧。我们闭着眼睛一起祷告，当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手拿到了圣经，他们的手拿到了土地。这个小小的故事让人非常震惊，因为在种族隔离甚至非洲100年的历史的时候，甚至基督教也参与在人民的压迫里面。因此，图图主教也在这一段小故事里，对基督教100年的宣教史做一个反省。但是不只是反省，他说，虽然宣教者不一定有最好的意图，甚至带着半好半坏的意图，但是当圣经再一次传回非洲大陆的时候，为什么说再一次传回？其实非洲大陆是基督教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在2000年后，当福音再次传到非洲的时候，引起一个福音的大爆炸。当人民拿到圣经的时候，在这种困苦的生活，成为生命最大的帮助。甚至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的版图来看，当我们看到欧洲传统的基督教国家渐渐在没落，渐渐受世俗主义甚至是穆斯林进入这个文化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非洲大陆跟亚洲许许多多国家，基督教开始复兴，热情传播起来。我们看到他们人民感受到了，在这种痛苦的生命当中，找到了珍珠到底是什么。因此，回到我们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比宝贝藏在地里，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我相信图图主教以及非洲的人民找到了这个欢欢喜喜，找到了这个珍珠。在这时候，我也想起一首歌，是我们台湾的乐团五月天所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台语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是你给阮一个梦，未及人生的苦涩，真正想要对你讲，敢阁有别项？是你放阮一个人，行过风雨的思念，真正想要对你讲，心中无别人。爱你是唯一，真正有价值，真正阮甘愿，甘愿阮放下一切，各流出欢喜的目屎。这首歌讲起是一个追求爱情的故事，对这位他所爱的人说：“我要放弃一切，我追求你也值得啊。”但是我相信这首歌更愿意，而且更适合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说。是的，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跟随你，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你。兄弟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还面临怎么样的挑战，怎么样的不甘愿，怎么样的挑战。但是愿主帮助我们，当天国入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欢欢喜喜的追求天国的价值观。
因此，让我们在这一拜的小组，特别是线上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分享，让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你生活当中遇过最高 CP 值的事情或者是产品呢？你有没有奋不顾身的做开创一件新的事情？在教会以及信仰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曾经经历从不甘不愿到欢欢喜喜？最后，在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中，在许多线上影片讯息当中，你要如何来经历真实的关系？在今天，我们也要来看一段影片。我们青少年团契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跟我们青年主日是有关系的。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请听我说。干嘛哭哭啊？你不想糖糖？要抱抱是不是？好，然后那我抱你好不好？好，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好，妈妈抱抱哈。好，来抱抱哈。好，我们来散步哦。走。Yes， 妈妈终于被我骗出来了。美好的一天从今天出发，来去教会吧 ，Go！去北车补习啊！哎，也太巧了吧！我当然要去北车补习，而且听说要到11点。11点会不会太晚？哦，对啊，这刚好有个模拟考，而且要检讨完才能走。那个老师话又特别多，真的是不知道几点回家。你会不会累死掉？我都不用那么晚回家，我那么晚回家被我爸妈杀死。哎，你爸妈会不会说，你今天怎么晚回家？是跟谁出去玩？女生吗？读书读完了没？大家看动不动就说我刷手机。真的是讲到这就很气，我妈每次都不跟我好好沟通，我讲什么她都不理我，真的是。大人都一个样啦，当小孩的好辛苦。下礼拜校庆有庆生会，你会去吗？下礼拜我要断考嘞，我妈要我在家读书，不然考烂的话我就死定。听起来怎么有点悲伤？好险我一哭，妈妈就会飞奔过来安慰我。好烦哦，明天又要上班了。就是啊，老板在那边说上班有热情有理想，我听他在屁啦，上班就为了那点钱。放假休息，不要上班哦。如果工作只能剩下钱的话，那我觉得一点意义和价值都没有。要是有钱那还好，重点是工作那么久还没什么钱，真的超惨的。公司超喜欢我们加班的，下班之后又没有一些生活品质。连教育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哎。对啊，而且我爸妈还希望可能快点抱到孙子。好想当学生哦。两位哥哥的脸怎么那么厌世？难道他们的妈妈对他们不好吗？早餐要吃什么啊？好饿哦！现在都几点了？裴建宇还没来等他来再决定要吃什么好了。塞麦姐，我知道了。我昨天熬夜写那个多益的考题超累的，而且下礼拜就要考了呢。也太认真了吧！你才大一而已哎。不是我爸就说英文很重要啊，要提早准备才会有竞争力嘛。哇，真认真！像是我已经大3了，我还是不知道我选这个科系要干嘛的。那你当初怎么会选这个科系？就没办法啊，分数到，然后我就直接选了。你们看，这个好像很好吃哎，下面超多人在留言的。但这个太贵了啦。我打工的钱还要缴学费、缴房租，不能乱花。对，真的要省吃俭用。暑假还有1个礼拜就要跟教会去短宣，根本不能打工啊。对还有短宣，我都忘了。但是虽然去过这么多次短宣，我还是不知道短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就是啊，每次都听别人分享到前面很感动，但是我好像自己都没什么感觉，就只是一个例行事工而已。
哎，对啊，读书跟服饰到底对我们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哎，这真的是比期中考还要难的题目哎。哎，好了，不要再讨论这种困难的人生课题了，我们来点垃圾食物怎么样啊 ？KFC。好啊，走。哇，哥哥姐姐们平常看起来都臭嗨嗨的样子，想不到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啊！爸爸常常说带早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帮助，盼望会友们能在这个青年主日中能一起为青少年们代祷。周报夹页里也有青年主日代祷卡，可以把你的祷告写在上面，一起为适龄的青年祷告吧。果然还是当小孩比较好，我们来去聚会吧。怎么办，思韵老师？茉莉都还不会翻身。你都生3个了，还不知道怎么翻？你就叫一个小朋友来这边翻给他看就会啦。真的吗？是。好的。愿你与我同行，学习这翻身的路。复活节期，我也与主同行，走这条苦路。没有混迪，不要哭啦！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周间团契以及各小组都暂停到4月底，教会也鼓励大家能够尽量减少外出，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家里观看主日礼拜以及祷告会的直播哦。奉献的方法能透过直接汇款到教会的账号，再通知办公室即可。如果有没有收到讯息而前来礼拜堂聚会的弟兄姐妹，请您务必戴上口罩，并且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今天招待处也将有同工协助会友观看直播的教学哦，很进步吧？好啦，就让我们开心的来参加这个月最后一次的亲戚聚会吧。一想到川普，我就想到有钱人；一想到有钱人，我就想到钢铁人；一想到钢铁人，我就想到漫威；一想到漫威，我就想到蚁人；一想到蚁人，我就想到蚂蚁；一想到蚂蚁，我就想到蜂蜜；一想到蜂蜜，我就想到维尼熊；一想到维尼熊，我就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我就想到武汉肺炎；一想到武汉肺炎，我就想到医院；一想到医院，我就想到马街；一想到马街，我就想到宣教；一想到宣教，我就想到。一想到宣教，你就一片空白了吗？4月18号，宣教探索课程虽然休息，但宣教的心不能息。历史上，基督教宣教大复兴，总是发生在基督徒的生活受到压迫、变化，甚至感觉到对世界一面灭亡的时阵，人的尽头，上帝的起头。几个小时之后，纽西兰进到 Level 4的警戒，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待在家里面自主健康隔离28天。所有一切的活动都必须暂停，包含教堂的礼拜。只不过建筑是关门的，不过教会从来不会关门。所以我们在这当中要怎么样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平安的确据，然后帮助人们在生活里面找到一点点的喜乐，以及鼓励人们彼此相爱。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边服侍。主，我们知道我们的歌声、我们的音乐，甚至我们的心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恳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你用圣灵跟教会的教导，主以及我们彼此兄弟姐妹同伴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你，而且我们并不孤单。伫我的新闻讲也讲袂煞，开始期待。无聊的人生我已经觉悟，拢会使结束。你甘在这种心里的力量，改变有节奏。全新的人生的路，不再是过日是错误。是你予阮一个梦，过去人生的苦涩，
来。美丽的怨叹，一天搁一天，伊敢不捌？为太济困难，伊一个世界，充满无彩。爱你是为伊真正有价值，真正有甘愿，甘愿分放在一切，都流出欢喜的目屎。是你予阮一个梦，背起真心的苦涩，真正想要对你讲，敢讲有别项？是你予阮一个人，行过风雨的思念，真正想要对你讲，心中无别人。代志要安怎继续，我嘛不知影。只想要甲你斗阵，保你身躯，听你唱歌。是你予阮一个梦，背起人生的苦涩，真正想要对你讲，敢讲有别项？是你予阮一个人，行过风雨的思念，真正想要对你讲，心中无别人。啦啦啦啦啦。谢谢青少年团契所制作的这个影片，所以请兄弟姐妹你可以拿到这张代祷卡，在我们外面有这个为青少年的祷告。你如果在线上，在我们的粉丝专页，你也可以在那边留言为我们祷告。特别我们在影片当中也看到我们的青年明刚现在在纽西兰，我们在外面有一份他的代祷信，请我们也可以共同来关心。这是我们请许牧师。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主日哈，那非常特别，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借着这种特别的方式，我看看刚刚我们看了这一段，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这些少年人哈。但是有一件事情哦，特别在网上在看的哈，不能够秋后算账哦哈，不能够在刚刚那孩子在上面讲的话回去讲哦，你告我家人，你给他攻击的哈，这个不能够秋后算账。我非常感谢上帝，让他们能够说出一些真实的情况，看起来好像都是临时演员，但是让我们今天的世代更知道如何来重视、看重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孩子。刚刚这个戏的主角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知安。他从一个还不到1岁的小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些哥哥姐姐啊，怎么那么辛苦？你看我一哭，什么事情都解决了。你们就是不会哭啊！如果你不敢跟地上的爸爸妈妈哭，你跟天父上帝哭哈。你跟天父上帝哭，你会发现他会派很多的天使天军，让你的爸爸妈妈知道怎么样来跟你对话沟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几件事情，我们特别也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呈现，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青少年。第二个，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圣为传道。我们周报有写，从2016年9月到我们士林长老教会一起来服侍，到现在已经有3年半多的时间。在整个教会传道人的养成过程中间，传道师好像就是 intern 一样，那再来就要成为一个能够有独立自主，好像跟人家看门诊的主治医师一样哈。所以这个他在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服侍到4月30号。就是2020年4月30号，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在这个过去3年多来，大家一起的同工他会在不同的教会有一些历练，然后成为更合上帝心用所用，然后成为更适当的主的仆人。所以我们拍手谢谢圣为传，还有恩宇，还有他太太恩宇哈，请恩宇也起来真的是谢谢他们这3年多来一起服侍，我们以后一定会还有机会一起来服侍。另外呢，主日礼拜祈祷会，如果你在家看直播，你只要点上去就会直播。
但是现场我们都还是会有礼拜，早上9点华语，然后10点半台语，礼拜5晚上的祷告会也在会线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希望大家能够运用。在招待桌有关于奉献的，用网络奉献或用汇款奉献的单张，等一下拜托服侍的同工哈。招待了等一下人要离开的时候，你就主动给人家哈。另外，有的长辈说我不会去银行，那么你可以就在招待桌有这样白色的信封，这个是包括感恩奉献、生日啊，或者说对内像今天青年团契，或者说2个礼拜前的主日学，你都可以为他们奉献在这个地方你都带回家。然后可能这2个礼拜如果你没来，没关系，奉献你放进去，等到有一天你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起参与在这个奉献里面哈。最后这件事情就是我手头上有拿这本，这是为疫情祈祷。在过去这2年，我们在手机在我们的 LINE 上面有很多的祷告传来传去，有40天又重复的40天。昨天晚上7点多有一个感动，办公室的同工一直弄到半夜还没出来，早上才印出来，杨志才刚刚装订好哈。如果你希望这个是31天，如果你希望能够为从赞美开始，然后为求赦免、求怜悯、保护、医治，还有为了疫情跟防止这个疫情，为医护人员、为警消等等这些的祷告，为经济、为全球、为国外的亲人。你是不是有亲人现在在国外，在欧美？那真的是更觉得忧心，或是为信徒、为教会，求上帝继续掌权。这是31天的祷告，每一天就是短短的1节经文，1篇祷告词，然后我下面留了一个空白，你可以写几个字你自己想的。如果你想要的人，请你现在举手，我们请圣维传道，还有我们请那个正宗长老来帮忙好吗？你举一下手，然后他就拿给你。但是你写了以后请你把名字写上。2个礼拜后就是4月10号的受难日到4月12号的复活节。如果你有来参加祷告会或者来复活节的礼拜，你拿给我，直接拿给我，不要拿给别人。我希望我能够稍微看一下，我会给你一点回应。我希望能够给你一点回应，然后马上就再送给你再寄给你，让你能够继续完成到4月底。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工一样，你只要打个电话回来，或是说用 LINE。办公室明天礼拜1马上就寄给你他有第1日、第2日，你用自己的时间，你可能3月31号开始，你可能4月1号开始，不管。但是你每一天，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看 LINE 有时候太快就转传出去了，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用心看，所以用纸本自己可以安静下来。为什么我们今天青少年的主角是我刚刚说他叫什么名字？知安的名字怎么来的？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你要安静啊，你要重新得力啊。如果你不安静，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在掌权。如果你一直跟着媒体走，每一天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就要看看顺时钟还是逆时钟在讲什么那你就一直跟着他走了。你一定要安静下来，安静看3-5分钟。然后一段经文，一个祷告，然后你自己看了这个祷告，你有什么想要加的，你就在下面写几个字，写几个字。4月10号到4月12号，我盼望我能够拿到你的，然后我会给你一点回应，然后再交给你，然后你继续可以到这本31天完成这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心灵生命的功课。所以在网络上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一样，你只要等一下用 LINE 跟办公室讲一下，打个电话过来，我们明天礼拜1就马上寄给你。或者如果你有从礼拜堂经过，你教会经过，按2楼的电话，我们的干事同工就会给你。看起来我们人比较少，好像周间一些聚会停止，但是办公室的同工会更忙，跟着我一定会只是会更忙，绝对不会比较轻松。我们可以在家。上网看电视看手机做礼拜，但是跟着我的同工，他们为了这个东西，昨天弄到半夜12点，然后今天早上马上就装订他们说这样可以了吗？我说没有，下面还有一步你等着看就对了我们就盼望在这个疫情特别的情况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安静下来，知道耶和华上帝坐着为王。当
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怎么样？耶和华上帝坐着为王，求主帮助我们哈，谢谢大家。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牧师祝祷。亲爱的主耶稣，得着你就得着一切。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就真的能够得着你。特别在这个冠状病毒、武汉疾病蔓延的时刻，我们知道上主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也坐着为王，带领我们走在你平安喜乐的道路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默祷。今日礼拜在殿乐后结束，在招待处可以将代祷卡交给青年同工，祝福大家平安喜乐。会记你牵手散步的迄暗，公车过过站。你我的心愿讲也讲袂煞，该是期待。无聊的人生我已经觉乌，拢会使结束。你敢知这种神秘的力量，改变阮前途，全新的人生的路。才是光明是错误，是你予阮一个梦，袂记人生的苦涩，真正想要对你讲，敢搁有别项，是你放阮一个人，行过风雨的思念，真正想要对你讲。心